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3、2、1，请揭幕！哇，大家用力拉一下，拉线，好！台南市归仁区亲子悠游馆正式开幕。在市长吴伟霆、小局长吴志忠，甲在南关山议员的赞声当中，台南市第9位亲子悠游馆正式伫桂林启用，场面相当的热闹。市府运用少子化，积极要让所有家长伫生育、幼稚甲教育顶面拢丰富的资源，嘛其他的安全甲温馨的环境，让家长甲幼儿做伙学习成长。在这边可以看到，归仁地区的民众其实坦白讲，并没有发生老化很严重，反而是很需要很多年轻小朋友0到3岁他的一个活动空间。我们有幼儿园，可是在没有进幼儿园的小朋友，或是还没有进幼儿园小朋友，其实他也需要一个空间，由他的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带来亲子幼儿馆，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活动空间。所以呢，我想谢谢社会局能够帮忙能够落实这个亲子幼儿馆，也谢谢我们5位议员，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归仁地区的这个活动空间所以呢，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把它落实。当然，这个地方是有点小，但是先求有，再求好。我们希望说，把这个地方的利用率能够提高。也感谢看西里办公室他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地点。我们将来你看，这个地方有老人这个文康中心，也有亲子幼儿馆，所以老的老，小的小，都适合来到这边来这个做活动。启用典礼会后，市长嘛甲所有社区民众以及家长来参观体验，甲所有小朋友趣味互动。根据社局表示，预计到110年，台南市亲子幼儿馆将达到11处，社区公共托育家园有15处，以及非营利的托婴中心嘛有3位。期待营造一个市民愿意结婚生囝优先城市。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原本阿嬷厝的田墙隔壁的破厝差不多，实在是无法度去住人，所以伫花社顶爱心慈善会甲台南市会建立关系以后，嘛由市府热工局结合木工协会，对去年12月初启动旧厝整修。对外部的厝顶漏水规换新，一直到内部的加建整个数时间，而且马桶甲面皮嘛拢全部焕然一新。香港议长郭新良甲在地议员、市府热工局长、小局以及慈善团体见证，等于是要替阿嬷正式入厝。劳工局还有我们整个的社会团体，真的非常感谢他们还有我们的慈善机构的回社。今天我们在地的议员呢来这边将这个房屋关心这个进度整个的修缮呢都已经大致完成。那我们今天来这边就是将整个的房子交给我们的阿嬷，让他们能够安心在这边居住，来照顾2个孙子。那社会上包括我们的区长、里长都非常的关心，那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有个温暖舒适的家，在这边能够将这个2个孙子呢抚养长大。当然，除了老厝完成整修，要甲阿嬷做伙生活的2位囡仔，未来教育经费嘛使人烦恼，所以议长持续发起教育费的爱心募款，呼吁市民来做公点。上一次的报道以后，那有一些善款呢都已经有进入到这个学生的账号，但由区公所现在暂为管理。那金额呢稍显有一点不足，毕竟2个孙子都还年幼。那我希望社会大众呢能够再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的有能力的人多多的再捐献一些，让这个孩子呢在未来成长过程当中呢能够生活无虑。
上差你的关心与关怀。那有想要帮助呢，那就直接汇款到我们的公所他会专款专用来料理这边，帮这个孩子呢长大成人。侪人来甲阮斗骹手，甲阮帮助阮妈孙啊，我欢喜得袂赴啊，有够欢喜就欢喜啦。厝拢换新啊吼，厝拢换新啊，加做舒适啊吼。哟，嘛足好诶，我食到遮会嘛，无到底遮迄落，无当过厝啊，都满足啊啦。透过政府甲民间协力，除了互弱势者得到满足，嘛互人看见社会满满温暖甲祝福。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一透早来到孔庙，就会使看到真侪台消防车停伫门口。这其实是市府为了加强古迹的防灾能力所举办的演练活动。因为日前国际拢发生了重要的古迹，伫咧整修的时阵发生了火灾，造成重大的损失。伫古迹火灾的演练当中，上重要的就是文物的抢救甲人员的疏散。加上古迹袂使使用水条来拍火，所以就要使用水雾的方式，拢是即届演练的重点之一。前往视察的市长吴伟德强调，希望透过平常时的演练，互古迹的游客或者是管理人会使有正确的防灾观念。另外一方面嘛，加强消防人员面对古迹的应变能力。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孔庙来做一个古迹重要古迹的消防演练。那主要是因为第一个天干物燥，在冬天的时候是干季，所以很容易火灾发生频繁。第二个，这个很多古迹都是动辄上百年、200年、300年的历史，所以呢，他们的这个过去都是木造的，或是基本上根本就以现代的标准来看是没有符合消防安全的标准，所以呢，他们一旦发生火灾或天然灾害的话，就特别容易受到损伤。你可以看得到，连数百年的巴黎圣母院，以及这个在琉球的这个有里城，在一个小心装潢的时候，一个不小心，结果失火，那就这个百年、千年古迹就付之一炬，这是非常令人非常扼腕的事情。那见微知著，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们当然看到别人是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自己当然要仔细谨慎的面对。尤其台南是古都，古迹特别多，因此呢，古迹的消防安全我们也要做演练。那因此借着这个机会，一方面让消防弟兄，一方面让其他各大公庙的主委能了解说，碰到这个古迹失火的时候，第一个时间一定要自救。那消防局或者消防人员一定是第二时间才到达，因此呢，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加强古迹的消防安全实在是有其必要性。演练当中的第一线就是这个古迹的洒水器，会使有效来减轻伤害，这就是由着文化部所支持的。也因为台南的古迹非常的多，对此安尼的防灾演练也是非常重要的。市府就是希望透过安尼的演练，加强古迹的防护。互古迹会使永续来保存。但新闻国无伊采访报道。随着过年的脚步愈来愈近，相信已经有真侪家庭开始规划年菜要煮啥物款的菜色。台南在地素食业者为了互民众过年期间也会使食了健康，特别推出了开运年菜。除了运用在地食材，也依照加油、加盐、加糖、高鲜、三加一罐的理念来煮菜，互民众伫过年的期间嘛毋惊食了烧油无健康。同时也规划分量较小的自组合菜，要互民众有无同的选择。今年长春30周年推出的年菜主要是好吃、方便，然后经济又实惠，这是今年的年菜的一个最大的特色。然后今年的年菜，我们也推出我们的开运的年菜，还有祭祖年菜，主要是给妈妈不用准备年菜，可以省掉很多的时间，又方便。那我们今年的年菜有很大的特色，就是有很多的是属于师傅，我们的资深的师傅，还有一些我们的研发厨房，还有一些其他的年轻师傅总结，把一些传统与现在的食材结合在一起，然后主要是以健康美味这样子为一个最主要的方便性这样子。那我们今年在开运年菜的部分，我们主推我们的开运的拼盘六旺菜，
还有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鳞片杏仁3英味这样子。这主要就是用一些手工的食材下去做一个特别的制作。那在今年的祭祖年菜的话，是属于用一个比较方便性的，让我们的家庭它属于吃得健康，然后准备上又很方便。妈妈不用为了拜拜，就还要准备东准备西，只要来我们长春，该准备的都有，所以可以省掉很多的时间。今年也拄啊是业者迎接30周年。现在特别推出了食饭唔免钱的优惠，未来也会规个无共的活动，感谢民众这几年来的支持。我们长春在台南市已经迈入30周年了。我们是1990年开始在这边服务我们的甲健公的好厝边，那非常感谢我们台南市所有的乡亲，所以我们从1月1号开始，我们会有食饭唔免钱，对，只要来长春用餐，只要菜钱就好。然后饭钱就是让老板请客，谢谢大家的30年来的关心跟支持，谢谢。现在预订年菜使用好友卡，也会使享有9折的优惠，同时也会送上华联的好米。有兴趣的民众也会使到业者的10间门市来预订。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台南社区大厦大港分校10月港来持续带领在地学子，透过镜头方式编辑采访大港16寮社区博物馆导览手册，推动大港本土教育。今年以中华北山尾为主轴，结合和顺国中伫这学期利用社团课程，由大港分校执行长吴木成培训学员，成为家乡采访员以及导览员，实际行托马祖经，同时采访在地囡仔以及店家，撰写大港老故事。咱和顺国中甲咱社区大学大港分校推设这个大港这个本土的课程就是讲，带咱的囡仔实际上来咱的庄头采访。以教为学，就是讲，伊毋是讲咧死读册尔，是咱大家来采访，甲采访文稿去编写一个博物馆的手册，然后来透过活动来解释互咱的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听。这种的学习是一种素养的教学，就是讲，互伊伫参与当中产生一种认识，产生一种感情，产生一种影响力。会当讲学习是有一个社会参与的，毋是单伫遐戆戆读册尔。这是咱未来大港本土教育最重要的一个定型的方法。透过行读采访、解说以及担任关注，互参加学生学到真侪知识以及当地趣味故事，这互因感觉到真有成就感。之前我们听老师讲解到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学习，
并且就是我们讲解完之后学习到这些东西，我们会变成我们是介绍的人，然后去介绍给底下的观众们听，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平常爸爸妈妈都会带我们去博物馆参观，什么都是听别人在演讲。但是这次的活动呢，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对别人就是介绍或者是导览，让我觉得这次就是很有意义。和顺国中校长谢连阳表示，学校师生共同参与台江社区博物馆的策划，除了让囡仔会当认识家乡以外，嘛会当培养相关的能力。和顺国中是第2年参加社区博物馆的活动规划，那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去年我们是采访中秋寮，今年我们是采访妈祖经。那我们将学习的场域从教室扩展到社区，那孩子透过这样的活动他学到很多多元的能力，例如说像采访或者是文稿的撰写，还有闯关活动的设计等等的。那我觉得透过活动这个平台，可以让孩子展现他多元学习的能力。和顺国中李淑婷主任指出，学校应用108课纲，全面实施行拓台江看领域单程课程，带领1年级的同学认识家乡这个土地，就由这款的乡土教学，培养囡仔爱乡土、爱土地的情怀，嘛为过程当中培养囡仔多元的能力，发挥家己的潜能。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这个史点子与完美丽的教室是中华国小为了108年的新课纲所打造的。上课的内容包括英文、多元文化熟悉、美学素养等等。教室当中的其中一面壁就放了黑板，提供学生来画图，展现家己的创意。其中2位学生就画出家己喜爱的独角仙甲梵谷的新叶，让人看到学生无限的创意。在我们这间教室呢，我们每次课堂我都会结合一些艺术相关的表现。然后我会邀请一些有特殊表现的小朋友，让他们把他们的特别的画作，然后画在我们课堂上的一些这个黑板上。所以像我们启仁，他是我们的甲虫小王子，他任何甲虫他都就是独角兽，独角仙、锹形虫，还有什么那个长鳍什么，念一次。长鳍大兜虫。好，那个大兜虫。对，我不知道，但他很厉害，所以我就邀请他，让他画在黑板上，他完全不需要看任何的书本，他就可以很自然的画出来。凯泰他是非常聪明而且敏锐的小孩，我觉得借由梵谷这种有多笔触的绘画，可以帮助凯泰更发挥他的才能。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小孩，可是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比较新的事物的时候，有时候都会紧张。那我觉得借由像梵谷这种比较能够发挥的一些画，然后帮助凯泰可以把他的内心的一些很敏锐的，他对色彩非常的敏锐，还有形状的一些观察细微的部分，都可以把它画出来。因为今年拄啊是人类登月50周年，所以其中一个作品也是咧讲画牛甲太空人。负责这个作品的学生也用英文向大家介绍伊的创作理念，展现了看了有学习的成果。Teacher told us that it's the moon landing of 50 years. So teacher let us look at some movie and we draw this picture. This is astronauts. And I draw the Earth, rocket, lots of star and moon. The astronauts stand on the moon at 50 years ago. It's a very important time for us. And I draw this picture because I like the stars, because the stars have a lot on the sky, and it looks like very amazing, very beautiful. So I feel like I like the star, I like the moon, and if I grow up, if I can, then maybe I'll be an astronaut. 教室内面也有作品展示区，让学生透过家己作品的展示来培养正能量。同时，老师也将会安排其他的学生来黑板画图，让每一个学生拢会使来展现家己。台南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风龙板伫种植水上运动中是兼具速度感甲安全性的。近年来嘛有愈来愈侪人加入，虽然算是较无容易受伤的运动，但有可能因为操作姿势不良，也是会受伤。本身嘛有咧算风帆运动的安南病院骨科医生张伯群，就教导大家要如何避免受伤。然后他的手的握的那个
染绳地方太短了啊，所以他身体要前倾啊，所以我们回到正确的姿势。正确姿势应该是像这样子，腰杆打直，然后膝盖弯曲，然后那个绳子的话要放长一点，然后利用下半身的重量，慢慢把这个帆拉到拉起来这样子。对着运动伤害治疗，安南病院设有运动医学中西医协疗小组，结合中西医的长处，提供运动选手更完善的治疗。全台湾很多医院其实不一定会有中医啦，然后刚好我们这个安南医院是一个中国医药大学的一个体系的一份子，那我们的强项就是在中医。那虽然说我是骨科，可是我在中医方面虽然说没有很在行，但是因为我们的中医的部分他们有针灸科，然后也有一些相关运动医学的相关的一些专业，所以我们在很多骨折或运动伤害，也有跟他们做一个结合，譬如说一些手术完，一些疼痛啊，或者是说一些关节僵硬的，他病人本身感受比较强烈的话，其实用某些针灸的治疗，或者说中医方面的药物治疗的话，其实我们都发现说这个病人的感受会明显好很多，所以这就是中西合疗的一个好处。安南病院运动医学中西医协疗小组结合骨科、复健科、中医、急诊、家庭医学科、营养等医疗专业团队共同合作，提供运动选手更较全方位的诊疗照护。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根据文献报告指出，针对女性膀胱出口堵塞的盛行率大约是2.7到29%不等，但因为女性膀胱出口堵塞的症状如果比男性更无明显，所以伫诊断上正容易被误判为膀胱过动。医生表示，这个时阵就要先询问患者的病史，方便确诊，才会当对症下药。常会遇到一些女性病患，会跟你说有一些频尿、急尿这种症状。不过大部分民众的心里是觉得频尿、急尿好像是膀胱过动的一个症状，其实这不一定是哈。那我们在临床上，这种病人如果有这种症状，我们一开始要先做一些评估，一定要先问过病人的病史，之前有没有开过下腹部一些手术，或者有没有接受过下泌尿道的手术。除此之外，要排除说有没有尿路感染，因为尿路感染、尿路结石都会造成类似的症状。接下来的话，可能就要请病人说，可能要写个排尿日志。排尿日志就是说，请病人在每天的水分的摄取的量，还有解尿的次数，每次解的量，那些时间点都记录下来。治疗女性膀胱出口堵塞，目前会当使用药物治疗、导尿管，也就是开刀的方式，拢有人选择。药治疗我们用的药物就是让膀胱颈放松，膀胱出口放松。这个不外乎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男性射物线的药物，就是甲型阻断剂。那如果病人也这两种治疗都无效，或是觉得说效果不彰，我们还可以用所谓的自我导尿，清洁导尿，就请病人就备个尿管，在定时大概3-4个小时去厕所，自己把尿管放在膀胱里面，把尿排干净。那如果以上刚才提到的治疗病人都无效，或者是说病人无法执行的话，最后我们可以用手术来做治疗。手术部分的话，我们就用膀胱镜，就把尿道口的部分，就是所谓的膀胱颈，在5点钟跟7点钟方向，稍微划开一点点。医生表示，女性下泌尿道症状的诊断，往往比男性更加困难而且复杂。女性患者若有出现频尿、尿失禁以及反复性泌尿道感染，上好要尽早去病院检查，避免症头加重。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